好啦，又到1年1度嘅香港國際汽車博覽會。嗱，呢個博覽會呢，其實一啲咧內地車型呢就作出口用，即係其實作一個展示，所以咧幾乎所有車廠呢都會喺呢度展出，亦都會話俾你聽會有啲咩出口車型會俾世界知啊，俾其他知。而家入去睇下有啲咩車型啦。好啦，咁啊入到嚟呢，第一眼見到呢就係見到紅旗同吉利嗱，因為成個吉利集團呢，就包括 Zeekr 啊、遠程佢哋會放咗啲車喺度，包括商用車啊、私家車。咁另外呢邊呢，紅旗呢一邊呢，有好多車都未揭嘅。俾佢個車頭燈吸引到，係，因為好似覺得佢笑緊嗰隻燈，好有型啊！咁啊，跟住咁啊坐落去之後，真係唔使講啦，嗰個座位非常之寬闊啦，好舒服。咁所以開之後咧，嗰個空間感好強喎，同埋佢呢架車係真係好直，係加速咧係都幾快。我淨係知有一樣嘢最吸引我係慳咗好多油費啦。好啦，嗱呢部咧就係極氪009嘅光輝版。咁呢部光輝版咧4座位超豪華車型嚟嘅。你見到佢有啲金色嘅襯托啦，然後黑色嘅車身啦，亦都係顯出佢高貴貴氣，唔係外表貴氣咁簡單嘅。我哋睇裏面。好啦，究竟呢部光輝版有幾誇張呢？其實係一架 Petition 嘅車型，4座位啦，超豪華嘅大班椅啦。呢度都仲有 mon， 有前面有一個大嘅電視。大家諗下009咧已經係所有富豪中意嘅車型，呢一部簡直就係超級富豪、超級享受。唔怪之古天樂或者麥玲玲佢哋都話想要一部啦。好啦，咁你架光輝版呢，咁啊其實好多富豪都期待嘅呢架車，亦都會即將有右軚版本嚟香港啦。咁啊，富豪們密切留意。嗱，頭先好多人嘅時候呢，古天樂即刻第一時間呢就過嚟睇呢一部車啦。冇錯，呢部就係 9X。咁當然啦，9X 係話咗已經嚟香港發售噶啦。點解富豪們又咁中意呢？嗱，首先佢係一個好大嘅 SUV 車型啦，同埋入邊超級豪華嘅。我哋又去睇下。好啦，嗱呢一架車呢，嗱雖然呢架車呢未必有009咁誇張咁豪華，但係其實佢空間感呢都係一個富豪級。亦都有電視啦，有天幕啦，咁同埋 SUV 嘅車型咧，有少少硬朗同埋 man 啊，所以咧其實城中富豪們咧都好中意呢一類型咁嘅車，同埋咧佢某程度上叫對標 Rolls-Royce 嘅 Cullinan， 所以咧佢有呢個叫做大灣區富利男嘅稱號。咁啊而家坐上嚟，當然啦，亦都係一個好豪華嘅坐姿，好舒服嘅位，兼且佢係2+2+2嘅佈局，可以坐到6個人。唔怪之頭先古天樂都話想即刻買一部，可唔可以第一部嗰個係佢？嗱，上一次喺北京車展咧，我見到呢一部叫做 Robotaxi 嘅咧就發布，咁叫 EVA Cab。咁呢部車咧亦都嚟咗香港，咁佢係一部無人駕駛叫未來出行嘅車型啦，亦都有概念車型啦。兼且佢係用咗一個超級算力，就用咗 NVIDIA Superchips 呢一類咁嘅提高佢嘅智能駕駛方式。今次咧真係可以好近距離咁樣睇到佢而家裡面嘅佈局啊、座艙啊。第時咧坐的士咧就係咁嘅樣噶啦。
啱嚟到比亞迪啦，比亞迪呢一邊咧個 proof 有啲咩新嘢咧？嗱，見到而家中間空咗，係一定有嘢喺呢度發生嘅。其他車咧就已經擺定喺度，其實都熟口熟面嘅啦。譬如騰勢 B5、B8 啦，咁呢邊嘅就係有 Auto 2、Auto 3啊，已經係譬如一啲賣緊嘅車型啦。但係有啲新嘢過嚟，嗱嚟到 BYD。見到一個閃衝裝，嗱我上一次咧去深圳嘅時候咧，就已經去試過佢閃衝嘅威力。閃衝技術咧最標榜咧就係佢5分鐘衝好，9分鐘衝飽，就算零下30度，咩寒冷地啊多3分鐘嘅啫。總之咧呢一嚿嘢咧，既然擺得喺度，即係話有機會嚟香港啦。據我所知咧，已經係開始會係有啲測試啊，或者係前期一啲工作啦。咁啊幾時先有咧？唔知。咁啊，應該都要一段時間。你知道香港要裝呢啲嘢唔係簡單，同埋要過好多部門嘅。咁啊，而家就聽講就係已經測試緊㗎啦。咁就一段時間啦。M9嘅 DMI 咧，咁其實咧佢係亦都係一個增程運能嚟嘅。會有一副 engine 啦，然後亦都係利用上電動車嘅好處，佢亦都有電機電池。嗱，既然一架七人車咁豪華，都係咁高設備嘅，咁好明顯咧，亦都會係對標呢個佛系嘅。嗱，據我所知咧，佢嘅 size 啊，同埋佢嘅高度咧，對香港係極之友好，因為唔超過1.8米嘅。另外就係佢入邊都係可以媲美呢個佛系嘅，咁啊，所以呢架車咧，亦都會係同佛系咬手瓜。過到嚟 MG 呢度咧，亦都會發布一部新車，就係 MG4 嘅 EV Urban。咁呢部車咧，我已經試咗車㗎啦，出咗片㗎啦。咁啊，大家可以睇睇。嗱，不過一陣間咧，亦都會有位嘉賓會彈吉他，然後有個小股神喺度打鼓，然後再有一個叫 busking 嘅活動。咁啊，睇下想唔想知係邊個？去片睇下。哇！咁啊，睇嚟咧，呢一身嘅裝準備為大家帶嚟非常火辣辣嘅演出啦。陪你昂首直到世界盡頭，渴望的心不要理由，閃亮的青春歲月，你心裡的手，那條密林的山坡，可以終結這寂寞。哇！頭先係咪睇 Joey 嗰度睇嗰 part 好過癮咧？嗱，又有車，亦都有 busking， 又有僆仔股神，然後有一個音樂表演，哇，相當之新穎。不過其他車都有喺度嘅，嗱，有部 MG S5 啦，咁啊呢部之前已經試咗啦。另外過到嚟呢邊咧，亦都有部 MG S9，係一部大型嘅 SUV， 兼且係 plug-in hybrid 嚟嘅。咁我遲啲咧亦都會係試佢噶啦。不過真係好大部，大家可以嚟睇睇。呢度咧其實係一個萬花筒嚟嘅。嗱，呢度咧大家亦都可以打下卡，咁啊亦都同一部 MG Urban 咧一齊合影一下。湘江潮涌，风正帆旋，东方风起，明珠闪耀。今天我们齐聚香港国际车展，共同开启东风全球化出展。嗱，今次東風呢邊咧就展出嘅車型都幾多。嗱，最吸睛咧就係呢兩部猛士，而家英文叫 M Hero。咁啊，一部係917，另外隔離嗰部係817。不過917咧，暫時呢部咧雖然係好吸睛、好 man、好 wow， 但係都係左軚嚟嘅。過嚟睇817咧。好啦，過到嚟呢邊咧，呢部817咧，嗱，據知就將會嚟香港噶啦。咁幾時嚟香港咧？好似就話年尾或者係年頭。咁我都幾希望嚟嘅，因為佢好 man 啊，又係好越野。咁聽講就係1.5T 再加電動4驅。好啦，過到隔離呢邊咧有一部大嘢，藍圖嘅，咦？泰山咁其實拼都拼到出嚟㗎啦，叫泰山 X8。
大型嘅 SUV， 不過呢部未知幾時嚟。就係而家我後面呢部藍圖，咁啊我如果大家上開大陸或者北上呢，經常都會見到藍圖嘅，或者可能叫車都坐過啦。而呢一部車呢，終於會嚟香港，聽講呢就第4季會嚟香港嘅，暫時呢就未知嚟邊個版本。不過呢，大家想要咩版本，亦都可以留言話俾佢哋聽，想要增程啊，抑或係想要純電。係過到嚟呢部呢，又係一部大型嘅 SUV 啦。呢部呢就係逆境 X9，呢一部車呢，亦都係同華為鴻蒙合作嘅。華為鴻蒙呢啲除咗智駕之外呢，其實成個生態系統都相當之成熟嘅。嗱，而家就睇唔到裡面啦，但係據知呢，左軚同右軚呢都會係同時間生產嘅。至於車尾呢部分啦，嗱見到呢全部都行啲 LED 啊，會斬啊。嗱，某程度上呢應該就未過到呢啲運輸署嘅。不過睇下到期時呢，佢成個車尾會係點啊？當然有幾部台柱產品啦，納米 Vigo。呢度有一部啦，咁啊另外亦都有 E-Pilot 007，後面亦都有 Nami Box 喺呢度。好啦，零跑啱啱發布咗呢，咁啊香港版本嘅 B05啦，咁其實佢嘅車型呢，即係等於內地嗰部 Lava，咁啊今次亦都展出咗部 Lava Ultra 喺度。Lava Ultra 呢就係高性能啲嘅，亦都有包圍啦，亦有其他嘅配置會唔同嘅。不過呢架未嚟香港，嚟香港呢部呢，暫時會用上呢67.1度電啦，咁啊馬力呢，大約就160 kW， 即係大約200匹馬力，扭力呢就240個 Nm， 咁啊亦都係一個好家庭車用嘅參數配置啦。嗱，至於車型呢，我上次都講佢係似一部小鋼炮咁樣嘅，因為呢，佢個係一個揭背設計，亦都係針對歐洲市場而設嘅。所以今次嚟到香港呢架車呢，我覺得係好啱香港，因為好靚仔、好型，啱晒啲年輕人跑跑地嘅味道。嗱，零跑呢一邊咧，除咗部 Lava 5或者叫 B05之外咧，咁亦都係擺一部 D99喺呢度嘅。嗱，上次咧喺深圳車展嘅時候咧，就係擺呢一部車啦，因為我記得佢個公仔就係喺個天窗度走出嚟，今次咧亦都喺呢度有展出。嗱，入到嚟紅旗咧，咁啊一入嚟即刻見到部領導人嘅座駕，咁啊紅旗 L5 亦都放咗部喺度，咁金葵花嘅國禮啦，同埋金葵花嘅國雅喺度展出嘅。頭先咧就有一堆車咧就未有發布，不過而家都發布咗，過去望望。嗱，頭先咧啲紅旗咧就未揭布嘅，咁而家揭咗布啦，咁啊見到有一部應該係 Global 車型嘅紅旗 Global SUV 啦，咁啊呢邊有一部較為大部啲嘅 SUV， 咁就叫 EHS9，即係呢個電動嘅。嗱，咁多個 brand 咧，淨係有一部有飛機嘅就係紅旗，紅旗剪咗部飛機出嚟。不過嚟過嚟呢邊，咁呢部咧 QM5咧，即係其實我哋香港嘅的士，咁而家佢亦都有一個叫換電展區，咁就展示佢呢個換電嘅。不過白色睇唔慣，因為香港嗰啲全部都紅色係的士嚟嘅。好啦，過到嚟奇瑞呢度咧，咁啊見到部 Jacko 8啦。Jacko 咧其實咧背後間公司咧就係奇瑞啊嘛。奇瑞咧亦都係有幫 Land Rover 去製造車嘅，所以佢嘅核心技術都相當之好嘅。佢而家呢一部 Jacko 8咧就會用上一副 1.5T 嘅引擎啦，亦都係用上一個電動4驅啦，咁一部大型嘅 PHEV 嚟嘅。好啦，咁啊香港咧已經係賣緊呢架 iCar 嘅 V23，咁今次咧有啲叫特別啦，幾搶眼幾吸睛嘅，綠色配白色，咁啊呢個外形係相當之吸引啦。不過另外嗰部 V27亦都即將會嚟香港嘅，所以佢今次亦都會喺呢度展出。過到嚟呢邊有一個叫 DFSK， 我諗大家都好陌生嘅。咁其實係咩呢？咁其實呢一間呢，就係響內地叫賽力斯。咁啊，當然佢亦都係有做出口車型嘅。佢會譬如最早期呢，就係賣車去南美啊、南非啊呢啲地方。嗱，佢近呢幾年呢，亦都係生產私家車型啦。咁今次第一次喺香港亦都發布係右軚車型。咁啊，所以今次亦都會喺呢個車展度出現啦。好啦，
嚟到 JAC 呢邊咧，咁啊之前咧我亦都試過呢個 T9 EV 嘅啦，咁純電嘅 pickup，咁啊今次亦都喺呢度展出。咁隔離咧亦都有一部細車仔叫 E30X， 咁啊一啲又係類似長城嗰部熊貓咁嘅樣嘅又係。過到嚟呢邊咧都幾得意嘅，突然之間有個螢火蟲出現。其實咧，螢火蟲喺香港咧係有水貨賣嘅，不過我聽講咧呢一部車咧亦都會計劃嚟香港嘅。咁而家就先擺個攤位，亦都睇下部車。不過呢部車真係幾吸引，因為我喺內地已經坐過，我個 friend 花王輝已經買咗，我都幾中意呢部車。